迄个时阵呢，拄有一处苏联沙皇啦吼，苏联迄阵啊毋是苏联，迄阵叫做哪苏俄啊，但是叫做沙皇，苏联的皇帝，拄咧庆祝伊就任几十年的迄庆祝，啊，咱会蒋介石总统，总啊派伊去苏联啦。啊，派到苏联吼，即摆沙皇就介绍，即位就是我的王子啦。啊，我即摆做比喻啦吼，介绍面相讲，即位就是我的王子啦。哦，啊，即个王子交即个顾祝同用手要握手，啊，要握手伊都徛咧一边看，手顶啊，手顶哪有写中文哦？苏联是无写中文的呢吼，啊，手顶哪有写中文？下个甲看，哎呦，啊，这个18年前我写的字，好心互为真诶，哦，安尼啦，啊，咱有迄个沙皇，讲啊，你这个太子哦，这个手哪有字，啊，这哦是到底是安怎来？唔知影，你出世就有啊，出生就有啦吼，你甲想吼，安尼有好心有好报。本来世界要死的人哦，即摆安尼去做迄个桥，到尾去享受这沙皇的国的太子，你甲想，迄差几千倍啊？哦对无？所以吼，咱今日爱知影，咱做的好事，咱唔通讲哦，我即摆就随得到福报，啊啦，下当咱即摆做的随得到福报，咱即摆去买大家乐拢会着。我甲你讲，你唔通去买哦，你买着哦。若讲哦，我即摆现做现报，你袂报啊。所以而家好势吼，讲了伤济啊啦吼。啊，所以吼，希望咱今日大家爱好好把这个道传承下落去咱的子孙，安尼好无？好。大家努力吼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祝大家幸福平安啊！感谢前人慈悲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